突然前面9分钟我要开始排水，等下时间嘛倒转来，停车对，好来开始吼，顶回这个5月31号这天呢，读到一半的款吼，讲含义当作过来官员有任务定的空帮案，马爷马信吼。五爷五河吼，周全斌，顶回敢若是查这个马爷的款，我袂记讲顶回敢若查这个马爷看伊小解安尼吼。五河好，今仔来看下五河。五河。地成功，然后东陵哈，这东陵，敢若无小解这个人。只要讲到这个人来出过吗？五河，1661年2月，地成功团练大修准则，听令出征吼。2月，伊4月来嘛吼，4月对来吼，所以2月佫也未吼，并且调集将领讨论攻台事宜，联立新亚传统以海为界，海外被视为化外之地。将领吼无认同这个计划，却毋敢直言反对，只有把去过台湾的将领五河发言讲，风水不可，水土多变吼，意思就是歹所在啦吼。伊佫讲降欠大船恶劣吼，前提督黄庭嘛是符合五河的看法，但是两人的意见被地成功来驳斥吼，所以五河是无赞成来台湾的啦吼。好，周全斌，周全斌资料我无讲解长啦，好来，读个看了。周全斌李邦宪周邦宪，梧州金门县杜边人，捌伫漳州任官，后来归附地成功。永历15年，周全斌军倒延平王地成功，攻占台湾，总督东都承天府南北诸路。永历16年3月，地成功派周全斌到东山，攻打立场不定驻南澳的陈霸，最后陈霸逃到广东道清，周全斌处伫南澳。南澳是敢若伫广东遐啦吼。永历16年，世祖殿经甲义务地的义母陈昭牛疏通，地成功非常的生气吼，下令
斩杀世子甲伊的老母董王妃。4月，周全斌赴书面要奉还的命令来杀董妃甲世子，但是主管书面的伫成功的这八兄治太，无要斩杀宗室吼，动摇军心，所以就命令这个洪旭，就是洪旭，应该是洪旭，随亲啦吼。但是，敢若掠着董妃不计前嫌，大都日报而必然一死吼。大都就是大度量啊，日报啦吼。同年5月，郑成功死啦吼，我就推啊，这种写这种什么风啊，会不会？吴娇吼。萧江神丁人拥立皇帝第10登基。10月，郑经命令周全斌督理5军用务，率军出下台湾。这什么意思？就是讲就拍台湾，就拍来因为郑经讲，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郑经过来讲，甲这个。对因小弟遐甲台湾抢去啦！1663年，大清甲荷兰组成联军，发动金厦海战，夺得金门、厦门离岛。郑经在失去金厦离岛了后，撤还东都，命周全斌奉还了后，向奉还后方追兵，连累周全斌顾及甲洪旭的这个冤仇啦吼，所以就投降大清。所以周全斌后来是投降大清啦吼，因个心地个小家己小搭来搭去吼，其实这个元气大伤吼。康熙4年4月，周全斌到西隆领兵反东陵，追输到平湖，最有洪泰武功离反。事后，周全斌在康熙6年收调入京，便入去汉军正黄旗，封成文伯。康熙9年死，我有名号啦吼，我念啊吼。11年以其子周公麟实际爵位吼，就是伊个爵位互因后生接去啦吼。好。周全斌吼，算后来算袂歹啦吼，比之前个萧公神哟，还是萧公神就是我毋着兵吼，抬头好。咱即工读个其实就是伊掠着一个新仔人。来问话嘛吼，即个英雄咧讲即个国姓爷含伊同齐来官员有拄则讲即寡人吼，林武定、孔邦元吼、马爷、马信、吴爷、吴和、周全斌吼，搁一个叫做周世彦哥，毋知啥物名吼，无汉字吼。下门无欠客粮食，伊想讲伫咧即个市镇呢，现在有20门大炮。国姓爷一旦对新仔接到新兵，伊就会来攻打阮。除非伫即个期间，阮含伊开始和谈。即个市镇伫本国要25号迄天，溃滴滴的人数偌济，伊毋知。国姓爷要来处理的代志，事先无人知。甚至伫下门连一个官员嘛毋知，因来处理途中啦吼，捌伫平湖店吼，伫遐住3工，常常有真侪原住民来见国姓爷。伫咧即个市镇呢，就敢若有伫咧即个制作，你做即个保拿吼，无你做其他诶代志，为着是要甲即个市镇要甲
要甲顾掉了吼。派三个军团，合计是3000人，驻扎伫即个市顶。林武定空邦案吼，叫做 Jamboy， 伫咧拿豆园咧指挥。第二个人讲，伊伫台湾住7年，并且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担任公司仔的工作。而且伫咧国姓爷来到遮的迄一天，还阁帮忙荷兰人搬运粮食入来即个遮城堡。后来和其他人共款被逼去搬竹啊。国姓爷所载来的士兵人数甲大炮的数量关系到塔坦人来到厦门附近，这是咧关啥？下对注脚吼，下对注脚。注脚讲，这两项拢之间有问题无答复，可能是因为和第一个人讲的相像，所以就无写。嘛，可能是广东人都已经闹交去啊吼。所以拄则有两个问题嘛，国姓爷所带来士兵人数甲大炮的数量，佮塔坦人来到厦门附近吼，这两个问题，但是无答案。讲国姓爷住伫个普罗宾西亚城堡，地方官住伫个普罗宾西亚市顶呢。讲国姓爷要互阮要求讲，李武定吼，李武定佮林福被射击死亡，因此大家伫个军营里举哀。迄寡大炮已经提出电话咯，讲阮荷兰人被分发去迄寡村社呢，讲已经派篷船出航，要去西那遐接运士兵甲妇人人。市顶里总共有20门大炮，讲荷兰人被分发去迄寡村社呢。唔歹势，讲何斌，我伫遮叫荷兰人。何斌是即个战争最过的号手吼，魁是读做魁哦。魁读做亏，最亏。啊！我变成做喇叭有这个声，我就讨厌好个。哦，听手的，特别声。我为什么装这喇叭？因为我发现我这两天、这几天录音的品质足歹的吼，就听起来足恐怖的。我唔知原因。好，大家对。最亏的号手啦吼，何斌啦吼，双龙袂当离开，即寡全部拢含甲其他的人的招认一致。最亏的号手到尾是双龙袂当离开，即句话抄得足奇怪吼。伊毋知影讲本国个25号有倒一寡官员阵亡，但是听讲有400-500人死去吼，真侪人受伤。国姓爷捌对伊马爷吼非常的生气吼，因为伊个本国个25号对即个城堡遐尔啊猛烈射击，迄一天用28门大炮稳稳射击，即寡大炮逐工吼载数门去军营里，你。强强要买无啊吼，因此呢，军营里的士兵呢，窃窃私语吼，就是大家踮遐咧喝啦吼，私底下咧喝讲，互相咧埋怨讲，厝地啥物都拢遐尔少，真正是无应该来遮吼。你看这国姓爷其实这人人其实，荷兰人吼，真正若是派援兵来吼，根本。无可能互国姓爷占去吼，国姓爷定了处死真侪人吼，因为啥物缘故伊嘛毋知。一般我认为讲国姓爷袂阁再对即个城堡发动攻击，希望讲因为阮的船对巴达维亚前来会发生变化，达成协议。即个人请求互伊留踮咧阮遮，伊愿意做任何的工。伊听。各讲国姓爷所载来荷药400-500桶，
抑阁随时会载搁较侪好友来。伫即6个死仔人当中，有一个是伊的兄弟。迄个人被叫入来的时阵，因嘛像兄弟安尼互相咧问安啦吼。即个人证实以下的代志，就是国姓爷所砸来上述的好友的数量，以及抑阁会载来搁较侪好友。迄寡好友保存伫斯米多附近吼，斯米多，搁袂记啊。就是伫斯米多，还个啥物所在我袂记。就是进前讲伫即个赤坎楼附近以后一个间饭店。看来就起啊，足水的，足算古迹的迄种型的饭店。差不多。即个人讲，太太人有个离开澳门附近往北边去咯。因为阮发现即个人伫咧几项代志顶头有咧讲白贼，互阮伫咧一寡上主要问题上，模糊不清、含含糊糊啦，袂清楚啦。因此就甲伊吊起来伫咧即个别伫滑车，什么叫做滑车？骨车，甲伊绑个骨车甲吊起来，伊就招认以下的代志，讲国姓爷惊阮会出击，讲死仔妇女也毋肯过来台湾，因为担心讲国姓爷袂当夺取即个城堡，讲因将会试图要烧，甲停伫即个城堡下面的。阮的迄两只大胖船，我要甲烧掉，啊，甲迄只胖船吼。为了即个目的，因几工前就已经伫迄个市区后面遐吼停好，准备好5-6只舢板。大部分的大炮已经装入去胖船里吼，以便接到西南海边所传来的歹消息吼，因就会当全军随出航离去吼。因就惊，就烦恼会听歹消息吼。伫厦门粮食物资非常的欠缺，因此国姓爷被逼来取代来抢夺。但因此，伊咧烦恼讲，伊家己的士兵会脱逃吼。伊要因为伊对家己的官吏吼无信任，所以伊亲自去普遍社，甲取代的军队交互共款的人指挥等等。OK， raise hands。好不？Vincent，我不让他把你右下，来右下。Vincent，我把你右下来吼，你若有代志，你再做你讲。但是我为什么右袂起来？好啦，你再家己起来吼，我甲你邀请了。好，伊烦恼讲家己的士兵会脱逃，因为伊对家己的官吏无信任，所以伊就亲自去普罗宾社，甲取代军队交互共款的人指挥等等。今仔日突然又搁用大炮发射数发炮弹，也载真侪途经由即个市区，也真侪公司啊对麻豆园经由追踪来即个市镇。今仔日下晡出去的阮的骑兵转来报告讲，无看到迄个军营有任何的变动。
暗时啊，约了9点，阮听到地震有个伫咧市顶咧做工，阮着迄个声音的所在发射数发的步枪，但是因无动于衷继续因的吵闹工作。不过11点的时阵，又搁因发射2发炮弹的时阵，阮着听到有人哀听害惨的声音，大概是被炮弹拍着对迄当阵以后，因着较安静咧做工咯。无声，无声哦，好。我先出去我先出去。Hello， 有声我拄则讲几步我无声，歹势啦无注意。读到倒，读到遮继续读啦就是我已经到5月31号读了搁来6月初一拜3一个月。咱嘛读差不多要1个月款。哇，6月初一嘛是搁落长即个逐工落长所以咱真正我来读1个月。1661年6月初一拜3早起好天已经就是讲来1个月大4月对来嘛5月对去早起好天，微风对西边吹来，看见阮的迄寡船伫咧沙人远的所在，也看到敌人伫咧早暗甲市顶通即个城堡的所有的街路，拢用即个装着念头甲沙土的宝篮来甲封闭起来路封起来。昨昏因为天乌无法度一船的剩的迄4个死仔人，现在甲因带来一船，首先来质问即个斯瓦古的伊是一个农夫，和伊的兄弟啦歹势，兄弟伫较地拢会使啦和兄弟同齐住伫个雷西宁后什么所在？对主看第一条，雷西后看起来无像是原住民的语言，可能是汉人来后所起的即个希腊式的地名后可能是即个大陆所讲的而即个雷神可能是某一种农作物的名称，或者是园主的名雷神讲伊是一个农夫和伊兄弟同齐住伫个雷神府，是今年正月11号对时仔来。昨昏国姓爷的士兵用鞭炮强迫伊对农地去做迄群竹啦国姓爷各会记得咱是互人拢是对迄群竹甲即6个人掠过来就是因坐伫一群竹顶头啦可能诚大群啦我坐6个人。国姓爷伫咧普罗米西亚。最近伊伫咧南投湖
瓦棍这边的所在，险险啊被一粒对处队所弹出去的炮弹所拍着，对处伊就下令反击，所有的农夫拢被迫离开农地去一个做劳役啦吼。国史爷的军力有13个军团，听讲出航的迄寡旁船是要去新港遐载迄寡俘虏转来。有私底下哩后传讲，塔坦人已经沿着海岸落来，但是还阁伫陆地上吼，已经来到瓦郡厦门的所在，因此迄寡别航船才会伫沿前去吼，也会转来。伊听讲做军处队有约400-500人被阮的大炮拍死，真侪人受伤，受伤的人数伊毋知，死去的人被埋葬伫盐埕吼，是叫 South Panel， 翻译做盐埕吼。看下第二个注脚。这只盐埕应该是离台湾市伫无远，可能是指三盐的这个外口。外敢若就是浅滩嘛吼，就是有咧做盐就是做盐田的吼。讲参见王家英吼，参见安家英。上英文章台湾盐业史另一章。好，转来日志车吼，死去的人被埋葬伫盐埕甲麻豆园。迄寡项王新仔的旁船。无载运超过因家己所需要的千亩。听讲，伫咧即个市镇里，还佫有13个到14间细间厝吼，堆着满满的米，遐阮会当去攻击吼。即个市镇里有一个军团的士兵，尾也是该军团的指挥官吼。伊讲，伊听过。处队捌有约20门到30门的大炮，即个大炮大部分又搁载转去赤坎的军营里咯。理由伊毋知影，因为问迄个理由会去互处死，所以无人敢问吼。现在伫咧即个市镇里，各局的保安是要用来防有阮的大炮对处队的射击。必须官伫目前所报证的即个农村们，因为炎热已经全部拢高达死去，也无阁重新报野种，因为真恶处理经济。现在一道米卖价是5毫吨，而且还阁真恶买着。国史也分发雷甲其他农区互士兵，人毋知伊对迄寡原来的农夫有啥物拍算？真侪人秘密逃去山顶甲新仔，伊的士兵也被分发去各村社，一直去到三间社。三间社下底注脚第3条，三间社就是新间社，是苗栗后人的新间啊。新间啊，讲伊的士兵也被分发去各村社，一直去到三间社吼，新间啊吼，苗栗吼，其实讲个兵也甲苗栗起来吼。如果就是讲，伫咧伊个国家对伊家己个士兵施加压力一段时间，互因必须要出卖因的母囝。即寡人现在已经来到处队，并且为着即个目的，命令互因伫咧大海内处队途中，因的军官来宣誓。迄寡军官伊宣誓。安尼，因对待居民的态度可能会
搁较客气，而且谨慎。毋知你烦啥物吼？这规段看无？逐字拢看有啦吼，逐句拢看，拢知影你写啥，斗起毋知你讲啥。你伫下门一大袂细扭吼，是对凸起来所在来，凸起来毋知啥物所在。迄个所在含双方，或就是郑成功甲满清吼，大清双方拢有来往。他谈人对待因的士兵，比国师爷对待伊的士兵搁较温和吼。国师的某，就是某甲大某细姨吼，就是某甲细姨咧，含囡仔拢留踮咧迄边。伊的囝儿呢，对因老爸会离开表示讲无欢喜，但是何斌伫咧中来保证讲来处地袂遭有着抵抗吼。红兵爷就是红血，毋肯同齐来，做爷就是地太嘛留踮咧遐。真侪其他人拢毋肯同齐来，因坐船逃往塔坦人迄边去。其中有一寡人被掠转来，所有的三板伫国姓爷要进来处地时阵，拢互伊扣留落来。北乡有一寡留伫咧村城里，有一寡逃走咯。但是国姓下令，所有的人拢会当留落来。对伫迄寡旁船吼，因前遮尔久无转来台湾，士兵当中有人会对司令下咧号讲，即个显示所有留踮咧下门的官员甲士兵已经拢投降塔坦人咯。若无因哪会对迄边来派士兵来？也搁讲因找机会要来甲停伫即个城堡下面的阮的船只要甲烧歹，要甲烧掉啦吼。国姓爷拍算留落来，留两个军团兵力伫咧即个市镇里，其他的所有的兵力伊要带去陆地吼，就是福尔摩沙岛上要去甲迄个陆地所收入伊的统治之下。关系到合约的代志，伊无所知吼，伊毋知影啦吼。但是有听讲过，讲因上主要迄寡炮手，拢伫迄场可怕的射击当中被拍死咯。伫车站常常有人被处死，因为伊离开厦门的时阵，因爱逃离厦门，啥物意思？看无？迄只坐离到位的旁船早就消息来讲，因为塔坦的大军厦门落来，所以要求对处地派兵去解围。农夫生活伫咧对国姓的武力的惊吓之下，叫也是对新港走来，是由国姓的士兵去扑，完全无付费所摕到吼。国姓只敢若想要围困郑台阮，要无投降，无想到其他战略。另外一个人名叫做铁宝，讲伊伫咧新港附近一个名叫做东瓜的农夫遐咧做农，伫因遐吼，国姓的士兵，讲伫遐因啊，国姓的士兵因强迫伊去扑敌啊。国姓伫咧赤坎，伫咧处地总共有17个到18个军团，有一寡旁船去死哪咯，但是毋知去走去倒。你有欠课，军营里拢咧埋怨欠粮，所以按算讲要对西那按顿对西那是袂在意来吼，互人伫咧赤坎，官员林福。电毛咯吼，电管死亡的人数伊毋知，电管伊无看到，参与伊的农作物发了无好，也无野种哦。因还阁有一个月时间会当进行第二季的野种。听讲塔坦人伫咧厦门对岸的海边啊，建造几啊城堡，
并且来到真瓦近的所在，甚至伫定海甲消耗遐的人，啥物拢无摕走吼。这个消息是11天前传来。伊毋知影讲郭姓爷现在对阮有啥物拍算，伊想讲一旦米若食了，伊会离开，转去厦门吼。最近伫赤坎所处死的人，是因为伫歹势。最近伫赤坎被处死的人，是因为伫庄骹去抢当地居民吼。伊有听讲，厝边要去开垦新的土地，然后府就将会继续保有因的土地。即寡人所知影就是安尼尔，吼，其他就毋知咯。另外一个人名叫做西摩啊，伊讲是对国时的军队来处队的，来了后伊就去探拍因阿叔遐大，对遐被逼来担任即个工作。会对注卡第4塔巴亚什么？讲即个地名看起来是第一遍伫东岸当中出现吼，台客。哦，我大概爱困，佫剩15分。啉只茶，我休1分钟。今日我实在是忝。一半吼，来到做读一半，搁另外一半未读了的。等下说差不多。而且有听讲过，讲厝边要去开垦新的土地，老农夫将会继续保有因的土地。这个人所知影就是安尼，吼，其他毋知咯。另外一个人名叫做西摩，伊讲是对国姓的军队来遮的，来了后就去塔帕亚因阿叔遐大，吼。塔巴亚会对主角第4条，讲第一道出现，对遐被调来担任这个工作。国姓的军队有13个军团，有12个军团留伫身啊。迄寡旁船是空船出航的，是要去接运俘虏甲士兵。如果讲塔坦人伫大陆海边仔落来，拍算要来攻打厦门。足势紧张，因此呢，迄寡旁船还佫沿前伫遐。塔坦人伫定海建设到几个要塞，厦门欠客米一担袂过3两银。伫处地即个市镇，米嘛剩无偌济，有人一个月收着6斗米，有人收4斗米。国姓伫普洱市啊，伫即个市镇所采的宝拿只是要用来。甲阮围困吼，毋是要来攻击阮的。大炮古人也留伫即个市镇里，有一部分人，有一部分阮已经钻入去旁船，再去军营里。关于死亡的人数，伊毋知。官员李武定林福被拍断手骨，被射被，伊是就是用手拍断的迄个人，林福。白色的旗帜，即个表示讲国军团的减少，无其他意思吼。就是4角形的白旗啊，表示减少；而3角形表示国军团家己的功效。电杆伫国姓遐，
我伫国姓遐，其他迄外人伫破面是啊，因为以前被分散去4国处吼，关迄个是毋是荷兰人伫迄寡大炮边啊，伊毋知，但像一寡乌人已经和国姓做伙足久时间吼。雷姆、雷亚加即个丹亚吼，是伊所任命的处队大官吼，大官叫做但迪啦吼，但迪吼。雷姆雷亚甲但迪吼，但亚啦吼，是伊所任命的处队大官，对真侪其他代志，伊拢装做吼，伊拢假做毋知影，因此就甲伊绑伫咧骨车给吊起来。伊所以就招认吼，伊招认讲是一个士兵。伊讲伫迄群敌啊顶头呢，拄啊一个人是住伫台湾的以外，其他全部是对国姓人来处队的。因为武器留伫车港，即群敌啊是因伫新港厝内，并无炸武器，但是其他所有人拢有炸武器。伊是为着一个住伫咧南投园，称作啥物？湾山哈尤斯的官员的工作。甜啊！因为讲我提早休困了，但是大家了好了哈。讲第一个人游完后任是一个士兵，但后来招认咯，并且讲是属伫左先锋镇营组手下的军团，有6个士兵伫迄个敌困顶头吼，听讲因伫咧新港附近被因硬带去做迄个敌牌啊吼，毋是敌牌，去军敌啊，伊有炸一支关刀，所以就甲伊扛落来。甲前日人吊起来，伊也是讲，同行的人吼，除了一人以外，拢是士兵。雷姆雷亚但亚吼，但亚是指宣役坚定吼，但迪啊，即嘛早几啊变啊。头先跌但跌第8条，讲雷姆维亚但跌宣言好5号歌名啦左先锋完造后是做这只主要的将领吼。大炮有3门对这个市场再去军营有数门吼，装入去这只胖船里，有数门再去车卡。也听讲500桶的荷药放伫国四迄寡胖船里，你有听讲过？伫处队袂当长久保持，伫咧即敌困顶头的士兵分属伫2个军团的将领，左先锋甲援造后啦吼。塔坦人来到下暝的消息是毋是有正确，无人知。国是的后生叫做任霞吼，就是地金啦吼，金霞啦吼，金霞。甲竹叶吼，
含即个主要就是地台吼，伫金门红边爷红旭伫下门，甲伊藏落来了后，伊讲，甲啥物藏落来？伊讲迄寡旁船无可能无法度遮紧就转去厝里吼，因为因必须要留到遐防卫迄寡塔窗人。哇！忝。最后总算轮到最后迄个人，名叫做Jam，伊住伫个迄个卫六附近的林沙克支队吼，林沙克，对主到第6条。而且知影讲，此地伫个协六附近吼，协六就是围困真围困的陆队啦吼。就是伫个当时的清水溪、丹尼林溪附近吼，林沙克应该是人名，所以称迄个所在叫做林沙克支队。即寡希腊人伫顶个月30号所了来迄个制作钱包的人，拢用锁链甲因扣起来，命令因去做一般的落叶。下晡阮有看见着人伫个迄个油条开始以为篱笆，伫上头前会几领出来大批的宝拿，也运一部分到拿去龙眼门吼。对遐有一只舢板过船吼，伫迄只舢板后面有3只线板来为油棚扯砍落来。伫第一只舢板里，若像是坐伫一个重要的人物。伫阮看到伫个舢板里有一个少年人手提一顶即个黄色丝即个草挂。歹势毋是花盖啦吼，有一个少年人吼，手提一顶即个黄色丝即个花挂吼，阮着用大炮啦，迄只舢板发射了数发炮弹，每一厝人拍到附近，但是一位项拢无拍着目标。敌人规工无伫对搬运念头到即个市镇里，甲即寡念头倒伫咧上头前迄寡街路的角角内遐，而且听起来现在规工规暗拢咧破头啊吼。我讲嘛，读到东西袂记。总算轮到最后一个人吼，名叫做 Jam， 伊住伫个卫六附近的林沙克支队，伫此地2年咯。伊讲伊毋是士兵，但是经过其他人指认了后，证实伊是士兵。1年前做过宪兵，国是的军力有13个军团，除了迄寡小兵以外，有1万士兵。死亡人数，伊听讲每一个军团有50个人死亡。雷姆被拍断手骨，伊支尾的是红旗，其他人支尾的旗帜即个色水伊毋知影。即个市镇里有2个军团的士兵，由马爷指挥，国士长遥伫咧麻豆园，但是暗时伊留踮咧坡面下，有10门到11门大炮载往麻豆园，有数门载去赤坎。
厝内放伫市场的大炮，如果已经拢准备好会当去射。第二是再来厝地要做保拿，用来防卫阮的攻击，因惊阮的射击。受伤的人数嘛毋知，可能人伫车卡，迄寡旁船对厝地无再出物件，但是因为太贪人南下落难去所以迄寡旁船落来等于遐咧防卫。即个消息是10天前到12天前所传来。毋知影迄寡旁船是毋是真紧会当转对时若无米头再来，因伫厝地真恶处理充分的食物。下年还阁伫咧国信即边，人伫厝地会当知影，就敢若安尼，好友赌庄伫咧车卡伫咧旁船里，因毋知影有偌济数量雷母雷牙有母为张完凿了后，什么意思？张完凿后，而是厝地主要将领，即寡新仔人以及顶个月30号所了来迄寡制作钱包的人，要用铐链甲伊铐起来锁链要用锁链甲铐起来，互因去做一般的路野。下晡阮看见敌人伫咧营桥开始围篱笆，伫上头前的军营炸来大坡的保拿。也载一部分人去龙眼门对遐有一只三板伫过酒伫咧即个三板后面有3只三板用旁车砍落来。伫咧迄第一只三板里，哪亲有做着一个重要人物，因为阮看到伫咧三板里有一个少年人手摕一顶黄色丝即个花盖，阮就用大炮迄只三板发射了数发炮弹。每一处拢拍到附近，但是真遗憾，拢无拍到目标。敌人规工无用伫搬运念头到即个市场里，甲即把念头倒伫咧上头前迄寡街路的角角遐，而且听起来规工规暝拢伫咧无用咧倒滴啊。好，大家出去读书，时间嘛到好，歹势啊，太困。好，安尼我来关房了感谢各位。